这个缺就是去法是这样。去法是他过来过最细的最细。这个辩经的题目，把它这个题目出来这样。题目，那是调方法准备完。因为我们要承办潜意识嘛，对不对？调方法准备完了，一般慢慢就送完的准备打过。因为首先要这个承办潜意识的时候，必须要以这个我们的会命是以这个是过去当中有过这样。有过的。所以说，那个婴婴儿的那个阴影知道吧？贴题目的，婴儿的阴影是题目。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时候，或者就慢慢就送回的死。所以说他的意念是，他的过去的意念是曾经有过的。过，永生卡的是呢？为何呢？可能是扮演的小事。因为它本身就是意念。它本身就是意念，所以呢，日本人呢，日本他们送我有打火。因为这个是证明是什么呢？如果说意念的话，它的这个前序是必须要前面要出现过程。知道吧？他看到了我的竞争，这当大家都有点心嘛，对吧？这当明在日本他们就做不了事，日本他们。必要这个承办已经有过前面的意念。所以呢，这个是怎么样去举例子呢？就是看今天的意念。今天的意念从哪里来？从昨天的意念来继续下来的。就这样讲，这个理论就是只有这个。所以呢，它的理论用这样推论。就是你今天的这个意念有没有？意念从哪里来？昨天的意念来延续下来的，昨天的意念的，那个下来的。为什么？因为呢，今天的意念就是意念啊，就是意念啊。所以呢，日本人那是什么？如果说是意念的话，也不都发生意念的这种关系，必须要昨天的意念所产生的。这个印章昨天印在哪里？前天，然后就上个礼拜月，有哪点月啊？所以呢，如果说只要是一个意念的话，它绝对会有续缘，绝对会有续缘的。正天的意念的肯定有什么？那今生的这个意念是从何而来的呢？他开始前头开始前头的鸟了吧？所以呢，当然这样问起来的时候，有些能想得出来，有些是想不出来。前头我刚才讲的是呢，这个对最近有讲了，这个呢，那说知道这样的用的是这个。所以呢，因为有些会想得出来，有些会想不出来，是什么原因呢？因为呢，有些呢想不出来的原因是时间太过久了，所以呢想不起来或者记不起来。那有些呢，因为这个障碍污秽的支弊而想不起来，也有这样的啊。因为他这个过去是忘记了。但是也有很多人想起过去式的也有。现阶段也是有的。现阶段也有想起过去式的。所以呢，这样才能够知道说前世的存在。之所以呢，因为前世存在，所以呢，前世的数量是无可计数的。所以呢，自己过去世的一个当过的众生呢，当过的身份也好，众生都已经所有的众生的身份都已经当过了。平常生前日一高了，等于说是电文念过了，马上就要了。所以说，当这个做每一个众生的身份的时候，当下是不是也有一个妈妈呢？一个母亲。那因为生前刚刚发愿嘛，所以说当工作重要。所以呢，就没有剩下任何一个众生都是当过自己的母亲。
孙坚姐姐不但是当过一次，好几次，无数的所以呢，所有的众生不但是当过自己一次的母亲，甚至已经当过无数次的母亲了。这个人嘛，还是要。所以呢，这个时候有多少的母亲呢？这咱的身体看看嘛，就差不多，怕就差不多。之所以呢，所有的众生都已经当过自己的母亲与父亲。马是个什么？等于爸妈是个，爸妈就用我的是。所以呢，这边只不过是讲的母亲的母这样而已，但是讲的是父母这样，是有当过父母。就是马那个怕要记下来的。所以呢，一说起母亲的时候，当然确定是一定会有父亲的。咱这个就是母亲家老过，因为只是母亲是在口头上面方便说而已。爹是的嘛，爹跟母亲你跟我把你爹回去，这爹老过什么？父母是吧？只是说出生的时候从母胎中要出生，之所以呢要想起这个母亲而已。但实质上父母都是一样的。这个生前看了，这个父母当过父母这样的。那所以呢，一切有情众生一样都是当过自己的父母。对，当过这，对的啊。但咱日光就日光，那么你不去那个，但咱这里调用说来嘛，用网不落的，让个日个对面间，是的，但就不贴的啊，那这个就管，对多。绿林百姓的店面啊，他讲他去成就啊，女人用网看见了是说，就不是，但你钱的要这个啊。但对面的他们点么特别用我的话，用我的没说我们的落呢，这人缺钱啥子，当然这晓得吧？马上就点么他把给人看啥个对，点了那工作我去就要的话，也当死，老板。我们刚刚从母胎出生的时候，不是有一个当下刚出生的那一刻的，不是有呼吸吗？呼吸者，跟你明的，我不看到要的吧？那时候不是有这个六根吗？比如说眼耳鼻舌这样，老要的吧？也有这个心嘛，对不对？就是这样的题目底下来的。所以呢，这个每一个把它提出，这个拿出来做一个题目。这个题目这个可能的人家慢慢的弄得说就不会好意思。所以呢，这样的题目跟它相似的、类似的字类。这些都是一个前面有过的，前面有过，而且是他那个颠塞是吧的，颠塞所依的，人家慢慢的颠的用。所依呢是它字类依指了字类而产生的。哎呀，因为因电。就是因为自身而成立，论百姓的电的确实，唯从与生。论百姓的电嘛，免电也是，人家那么我送，弄个送节日我看。不是唯从这个身体而产生的，因为呢是已经有出现过字类，过去当中有出现过字类的。当然是靠什么讲的？意念那个是意念是什么样的？意念是不是色哈多的就色韵的色。色不公的是意念是不是色？意念不是色韵。意念是西巴罗啊。意念是一种智慧，一种是慧，一种慧。